但是消防公车伫偏乡推出以后，用公车的票价来享受客运车的大型服务，一直备受肯定。所以市府交通局嘛持续增加新的路线。5月18号，拿29线，也就是西港来回嘉义这线，伫市长黄伟哲甲这些民代贵宾的见证正式启用。会中市长嘛宣布，消防公车营运服务已经突破10万人次。3、2、1，请启动！大台南消防公车西港区正式上线。消防公车前2档是中央出8社，第3档开始是咱地方家己爱出，所以咱今年咱差不多。咱即马25条消防公车的路线，一年差不多要支个5000万，吼。即马陆陆续续到第3年过了后，拢是咱家己爱出的，吼。所以这个部分甲大家说多谢，因为咱开拓消防公车只有10万人，吼，现场超过10万人啊，吼，10万人来坐消防公车是足厉害的，吼，因为伊个大台毋是大台的小台，伊若讲这10万人用大台安尼用拢照常咧，一班车载2个载3个吼，安尼。成本就足贵的。消防公车来到西港区的偏远部落服务，就是要解决当地时大看医生要采买出门的困难。所以市长嘛讲，后生新妇无法度载，只要一通电话预约，加工消防公车得来接送，而且使用市民卡也个是免费。加上7月1号开始，单市开办65岁以上健保费补助，要互长辈得到相同免费的福利。叫车专线0630000000，欢迎市民多加利用。但新闻关及采访报道。